自從深圳地鐵13號線呢深圳灣站開通之後，喺香港過去寶安區呢係快咗好多嘅，只係大約40分鐘左右呢，就從深圳灣站去到位於寶安區嘅塘尾站。嚟呢一度嘅原因就係可以喺呢一度 call 車去今次嘅目的地鳳凰山。嚟鳳凰山呢一度呢係冇地鐵直到嘅，最方便嘅呢就係先搭地鐵後 call 車啦。我推薦用我今次嘅方法。喺深圳灣過關之後，搭乘13號線去到後海站之後呢，再換乘11號線去到塘尾站。出站之後 call 車去到鳳凰山停車場，呢一段呢全程有大約4公里，車費呢就12至15蚊人仔。落車之後呢，向大廣場嗰邊行，就會呢見到上山嘅路線噶啦。嗱，香港嘅鳳凰山呢算係中等難度啦，但係深圳嘅呢，我估計都係容易行嘅，因為呢都見到好多一家大細嚟啊。應該都係啲老少咸宜嘅路徑啦。喺廣場一直行入去呢，就會見到刻住鳳凰山嘅大石頭，近距離睇呢都幾宏偉嘅，建議大家都可以喺度打下卡。喺大石嘅旁邊就會見到上山嘅路啊。留意呢一個公園嘅開放時間呢係去到夜晚7點嘅啫。行山嘅話呢，就唔好行到咁夜啦。佢沿路上山嘅都係樓梯啊，就冇咩話好大難度嘅。唯一嘅呢係因為當日係星期日啦，人就比較多。行咗大約10分鐘到呢，就會見到呢一啲嘅服務亭，有水賣有嘢食嘅，絕對唔驚沿路呢冇補給啦。再向前行呢，就係文天祥後人為咗紀念佢呢而起嘅鳳岩古廟啦。呢一度呢喺1983年重建之後，成為深圳其中一個佛教香火最鼎盛嘅地方。喺廟前面有一個觀景台嘅，不過呢望出去嘅風景就有啲失望啦。一嚟佢唔夠高啦，二來呢當日個天氣呢都唔算好。而廟後面呢就設有一個民視嘅文化館嘅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慢慢行啊。接上呢一條2號登山道，繼續向飛雲頂嘅方向行呢，沿路呢同樣都係樓梯啊。不過呢一段係有其他選擇嘅，就係旁邊嘅山路啦。佢仲有埋條繩呢係俾你扶住上山嘅，都算非常之人性化。大約10分鐘左右呢，就到達飛雲頂啦。雖然呢度有好多牌啊，但係呢就唔係鳳凰山山頂嚟嘅。呢一度呢係深圳遠足徑、鯤鵬徑同埋鳳凰徑嘅起點。有興趣了解更多路線嘅朋友，就自己去搜尋下啦。喺飛雲頂呢一度向外望呢，非常之開揚嘅城市景啊，都係嗰句啦，可惜天氣就麻麻地。呢一個位離鳳凰山山頂仲有大約1公里嘅路段，休息過後就繼續行啦。呢一段路同樣都係連綿不斷嘅樓梯啊，大約再行多30分鐘左右呢，終於就到達鳳凰山山頂啦。見到呢一個牌，就係時候去深圳實風嘅小程序打個卡啦。坐落喺山頂嘅望煙樓呢，相傳呢係文天祥後人文應倫搭建嘅。以前呢，佢會經常上鳳凰山山頂呢去觀察百姓嘅。如果呢見到有屋頂冒煙，就表示斷糧冇飯食啊。佢就會派人呢去送糧食接濟啲民眾嘅。登頂之後呢，就踏上歸途啦。我就選擇咗向西北門方向行嘅，最終呢會翻到去鳳凰山大石頭嗰邊。呢一條落山路呢，比頭先上山嘅更加陡峭啊！一直落咗大約15分鐘呢，就到達盤山公路。之後嘅路段呢，都係車路嚟嘅，輕鬆好多啦。慢慢行呢，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唔知大家中唔中意樹林嘅氣味啦？我自己呢，就超級中意聞啊！每逢呢聞到，我就會更加放慢腳步，大力啲呼吸。喺呢一段路呢，就可以咁樣做啦。喺落山嘅路上會經過呢一座鳳凰書院嘅。呢度呢會不定期舉辦一啲講座嘅，環境都幾好。喺呢一度休息下，影下相都唔錯啊。再行幾分鐘就會翻去公園嘅廣場，外邊呢就有一個巴士總站嘅。翻去塘尾站呢，可以搭 T147 或者係 M284 路。另外呢都有巴士去機場東地鐵站嘅。翻香港嘅話呢，可以選擇喺塘尾地鐵站搭乘11號線翻去後海站，再換乘13號線去到深圳灣口岸嘅。或者你可以搭 T187 路去到機場東地鐵站，再換乘1號線翻去羅湖。不過呢個時間就會長啲啦。鳳凰山雖然簡單易行，但係呢佢位置就遠離地鐵站，加上呢沿路個風景就唔算好多，對我嚟講呢就唔係話好吸引啦。如果係專登嚟行山嘅話呢，我就唔係好建議大家山長水遠過嚟啦，因為深圳實在有太多更加吸引嘅山景啊。今集就到呢度，下一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嘅玩樂資訊。